讲，其实是大家对台语非常的关心，啊，就会遇到。啊，上个会讲就说，台语若无的时阵，咱台语无是啥物嘛？我想是大家对这个讲有一个敏感。我想，今仔日这种话，我咧犹豫的过程中，内心咧犹豫，我讲在讲上好，在讲其他话。啊，是免啊想，免啊想，我感觉迄种是重点。上关重点就是讲，即摆台湾这经历语言方面话，民进党敢有诚心要来？我实是无真乐观啦。电视迄个有两件代志，客委会李永明去国会咧做报告。代表客委会用客户发言，结果同大家攻击更重要一件事阮属于立法会的主委，伊用阿美族的话去报道，结果民进党的议员叫伊道歉。我看到伊遐因为用阿美族的话，伫遐咧人顶头，伫遐咧甲议员咧讲袂使的时阵，我看我爱，这实在是。真凄惨，真悲哀。过去25年前，以这个录音机，我捌有一个台湾同事，迄阵同事就是一寡争论，这讲台湾无效啦，这语言问题，这边来解决，就解决。结果咧，因为这原看即摆来落去就是要爱看结局，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说世界。台语文化营，伫7月7日到7月7日，要伫新光大学遐举行。其实，这个世界台语营是按咱北美开始的，所以到台湾已经是17届了。伊的主题我是讲对，就是讲语言人权转型正义。其实是讲即摆是政府，伊若有决心讲要做转型正义。就是语言人权这个爱来解决，因为你这讲语言，就是代表一人身份嘛。咱咧想讲，咱咧去一个，大家做到，爱受中教育，落去了后呢，国民党来了，下校爱用国语，讲家己讲国语，伊那一暝中咱变做无落去，这无效。所以，即摆你若去来做一个调查啦，你讲讲对双语言的收入是啥物法？到底是讲国语的收入是偌济？讲河洛话的收入是偌济？讲台湾的收入是偌济？你来调查嘛？伊中间伊的即个研究社会所研究叫做张武，林永正。这两个人拢捌做过即种的有关即个国语族无共款的收入调查，结果是讲标准国语的比讲河洛话加20%以上，还是20人一个数。即摆我想是差了，毋惊敢差10%的。所以你来看，这语言对咱的生活有偌尔关系。我咧另外来问一个问题啦，假使有一个律师，也是讲一个专业人员，伊的专业能力，两个人咱差无偌济啦。你想讲标准国语的，互人感觉个社会地位较悬，是讲台湾话，互人感觉社会较悬，是感觉讲台湾国语。这过去两个调查结果拢同款，拢是第一是讲标准华语所谓标准国语的。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上悬，为什么伊较有专业水准？第二是台湾话，第三是台湾国语，所以台湾国语感觉是足无甲讲看无起的地位啦可能这两单会有小可改变哩，必然这两代咧讲台湾国语，还是讲台湾国语老爸这代伊行习惯台湾国语所以即摆少年人可能对台湾国语的态度会较改变，但是我心基本上改变偌济。咱若去，有时咱我最爱去看即个
台湾日报台湾日报有做者无共款证明节目，你若听过遐名嘴是啥物原住民的背景是啥物款，连性质的背景是啥物款，所以到尾啊，这个是要有专业证据你若无专业证据，就是讲你讲单位的内面社会地位，一定拢是上下骹。咱最近就有去台北，去台北，你来看遐游民在台北无迄个无自然大人做势，你起来看是讲啥物安尼就知影。所以是当然讲这是小可平淡啦吼。总之咱遮大家较有心，我相信是今仔日来遮，毋是讲一句话要咱讲1、2篇来写。较重要的是讲，是毋是咱海外遮的所有台湾人吼，会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会，来甲即个台湾的遮的保护运动团体来联合，一直来跟即个新政府一定爱来做正当的专业证明，就是语言人员的即个部分，迄开始大条啦。无咱今仔日伫遮讲起里面这些写，咱今仔日100个。所以来到100万人、200万人，伊个无法度人，所以到尾啊，爱有一个政府的公关力来咧维护。即摆来看讲新政府起来，也是毋是有即个决心啦吼。我今日你来讲的题目，我是想讲一个咱两个分开来设立啦吼。我要介绍两个作家，一个是第一。这两个作家拢是我感觉讲，台语内面，我感觉讲伊个素质，讲数量上悬的啦，上有分量的啦吼。第一个是叫做单维伊是缅甸海的医学博士，我带伊回来本名叫做吴景如伊我即摆用我的使来大家介绍。有人会等我讲即个如果能做要哪样？咱来我这个，咱再继续讲。这个准玉听吼，杨准玉先生、林冠老师有甲咱介绍讲，这台语文学哪写。其实我是今仔日有拜托讲，大家尽量来咱个电脑来，随甲这个问题讲落去。安尼你做可能就变做有可能通写。
若是咱即种做工会吼，办10场，就是咱落去咱都袂晓。真正你学会落去，你讲了哦，袂歹，小注意，就是你会晓袂？你袂晓。所以台语要写做台语第一个，就写台语上课。咱用台语来想啦，迄是上基本的要件啊。咱毋通讲，奇怪，我嘛台湾人，我嘛是用台语上课啊，无一定啊。有的人讲就是考试前，你有感觉着？当你打电话，还说记者咧讲的，像记者咧讲的话，你台湾说可能较袂晓讲。一个人记者甲你问说，哇，爱200件的话，交回答啊。除拄啊，台湾的记者咧话，我一开始200件我就等一下，今仔日是，拜托，今仔日是台语文的写作会呢。啊，伊遐讲台湾语咧200件的嘛，伊台湾嘛讲较足好，但是习惯上爱回来个，所变做100件的时课。这是毋知，这是经理科学的内面的时阵，咱若讲经理科学就是咱去互制度用空气性，直到咱的母语咧使用咱来咱以讲俗话，讲这个不能咱咧讲笑话，咱来使用。这样讲你免国话使用，你免伫学校使用，足尊严的时阵，咱讲保护的时阵，我有起来，所变做华语，变做英语。啊，咱中间有真领人。台语听较袂，啊，袂要紧啦，咱就放讲台语啦。所以台语的即个使用的空间，愈来愈缩小。所以咱做一个人的尊严呢，所愈来愈好。所以台湾人的尊严，就爱看你对家己保护的尊严，是毋是有坚持？来，搁落去你讲文学欣赏，我来讲者，所以咱就是人就是先有思考，思考来语言嘛，用讲的嘛会使啊，你做文学嘛，无一定爱有文字啊，嘛有考试文学啊，就较文字。即摆现在写作的时候都电脑面，像即字要安写，要安写，想要要用方法来写，所以要安会写出好文学。所以上主要的是。你赶紧的，你若有心要写作，赶紧打落这个问题。第二，你爱有功夫嘛，爱有功夫，功夫就是爱有这个用这电脑的问题。因为即摆社会进步甲尔，其实是若有心要学，毋免一礼拜你就会当成到写。这是我家己的经验落来我叫文学的部分。我而且我强调，我用这黄色的字来写讲这个个人再创作的过程，欣赏就是种个人再创作的过程。现在咱咧欣赏文学的时阵咱每一个人都有无共款，咱每一个人背景无共款，生活经验无共款，所以你欣赏一个故事、一篇文学，还是咱换一角度的。咱所感受着一定是拢无同款，所以伫这欣赏的中间，咱搁甲讲出来，然后写一个评论，这个是一种再有创作。所以我来下开始这个我来说明咱创意变哪来，因为写文章总是要有创意这创意的台湾是啥物款？而且这是创意嘛创意是大部分是安怎来的？是安一直来，要过来，咱就思考。像拄则，我用一个例子来讲较清楚。所以你即摆你有当有一个创意你爱有创作若无的时阵呢，你就是变做干那是一个消费者尔，用之即弃对吧？变来即来，你知道嘛？变做创意就把它转去啦。你若有创作的时阵咱就有一寡即个天一个风路就是想讲今仔日我读着即个车手，阮原来是因为咧小说，科幻的小说，我感觉真好我就家己做代志我就写文章即个天就是我就利用咱即个当代
即是咱的通路，我甲大家通路，我来介绍大家所以介绍到恁即马嘛咧影响嘛，咱影响即个我咧所讲的物件嘛所以你若新的感动你就过来，你就来再创作，咱一个循环就是讲即个艺术影响的一个循环。当然创意的来源呢，还佫有我是变做外在所以是对即个咱天然风景真水还是讲咱的社会制度、咱的文化，还是讲咱的画面、咱的人性的这感动，拢是作为咱创意的来源。我遮我拄仔有讲过，简单介绍过是这两个作家车水真无简单，伊伊本来是历史爱是2007年美国文学奖的历史，本来是律师，即摆专业做写作嘅生活，非常无简单HMO， 现在写的作品The West， 这作品嘛是伊写，做无简单的事，伊专门写科幻小说，我特别爱甲伊用这科幻小说来讲不叫我说说咱台湾来做咱的做代志，咱台湾敢有对着全台的社会较咧行，是咱讲叫讲华语人用准的，华语自己汉字要安写，可能台语要安写，来甲照过来，这种文化就是像拄则林老师讲的，无一个主体性。但为伊的创作足济啦伊诗、小说、评论拢有写。伊袂个写台语、英文嘛，英文小说嘛写英文小说，也有写华语的小说，甚至讲三洋不写方言的一个作家。我用这首诗来甲大家分享，大家要做咧看卖咱应该是真熟啦。这首诗原来是刊伫即个1992年刊伫台湾通史的调查文件即个小太阳天师，这首诗真感动，伊家己写做艺术发展。另外，吴明铁，海洋的国家的作者，伊家己谱做即个较另外的方式所以咱来甲看卖，做来甲看卖看到是汪汪的海水，苏央是的故乡，30年为照的流浪故乡，我的故乡。伊就是航航的风吹是静静的故乡，青山连湖的故乡，我的故乡。这就是特别的回忆，瞬间是你的故乡。三世间我的结束，故乡，我的故乡。听就是甜甜的笑声，做梦是细汉的故乡。我这田的酸水，故乡，我的故乡。就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永远的故乡，每一个心内的叫伊故乡，永远的故乡。所以真若是用即个汉字来写，较袂讲唔对无了迄酸水即个酸若是啊即山，大家就遐叫啦。特别是自己是咧用阮山嘛，遐个酸。所以来反正所以咱较注意是咱应该是讲地方大家来，我来讲有出声在咧读。我毋知影大家平常读这首诗了，咱心内有啥物款的感觉？咱可能会想着讲，可能是咧少年故乡嘛。我看到是啥物款？遮拢总140多年我看到咧。100故乡的无人走，就是亲像拄则咱看我放迄个某样某个，迄种的景一直走其实啥物款呢？
单纯个写这首诗吼，因因感情做啥？伊是看到和尚牌制作的迄个五地迄个诗迄个五乡五土，叫做台湾高乡甲诗，看到迄是感动，才来写这首诗。啊，小弟的教授带着这首诗，伊才来创作这个艺术化。我在另外，我在感受着，我感觉，我会想着讲，咱台湾交流会有的一首歌。意境怎不出来？我是着讲我细汉时个，我台湾美语啊，即个咱咱过来日头落山哦，啊，而且咱南部的话，那交通哦，我迄种语啊，伊现在佫30年，伊现在佫30年，会叫在运动，这是啥物意思？因为是30年，咱就伫公明单啦，哦，啊，所以但是咧，公明单啦，少年就共款，故乡也是阮的故事，所以30年，我个会叫的运动，但是咧，看到。我爱国，啊，所以而且吼，这首诗我感觉讲伊较真好，伊用五个故事啦，啊，看到、闻到、食到、听到、搭到，所以讲哦，如果我真诶个，迄个故乡伊拢不要跟你台湾靠跟你搭着，靠人去比，靠跟你比着，就热闹歹去，所以伊我就较真好。搁落来吼，是较听清吼。伊现在甲伊大声第一集，而且拢是远的故乡，吼，真正的故乡，美丽的故乡，细汉的故乡。伊到尾要说画出啥物款呢？永远的故乡。啊，这永远的故乡，我想着啥物款？就是咱若到尾人来，咱就不是讲是讲永远的画面，那永远。永远的画面是啥意思？毋是讲哦，你生命所着永远袂死啦，就讲哦，安尼一世人拢袂，毋是迄款意思。是啥物款？你若生命所，你个画面是喜好的闹，伊伫你个心内，你含上着同在。啊，你用即个境来甲欣赏伊这首诗，共款的意思。你讲伊咧想的故乡，毋是咧想着讲30年前，迄个故乡永远拢袂改变的故乡，毋是啊。而且伊个故乡是真做一个人的尊严啊，哦，包括因讲讲话关系啊，哦，伊笑笑的，思思念念的是家己的灵动，哦，所以是伊这个故乡是啥物款？到尾讲永远的故乡是一个 here and now， 现主是真这个所在，大概故乡我的这个感受是安尼啊，啊，刚才。小太阳讲无共款的情形，伊咧写出外来时阵，伊写啥物款？虽然我遐讲讲话，但是安那呢？研究会讲心情讲，这意思拢有一寡的不一样啊。总结来讲，我比较总结啊，就是看即个五乡五土，一定会讲啊，伊头脑里头应该是东西，你当时台湾东西。报报啊，大家的一个时间，啊，看伊一个足安尼足细看的迄个电影。但是咱即摆讲电影的故乡，我想你若用 YouTube 来拍咧，阮若拍的人是咧唱条歌，啊，所以是讲起来是台湾讲是你当时扮演一个真正重要角色，是讲或者台湾的文学家，无为咱去投稿的时阵，你有一个平台有创作。这就是通路的重要。啊，通路到尾来安那？通路到尾讲这咱的思想。就讲，咱即马就记者要来访问，要来访问咱即个台语节目，伊就华语啊。啊，所以是你袂成话，虽然讲是无甲你审查，但是语言使用语言本身你就做审查一遍啊，本身你就下人一搭啦。
所以这是咱开台湾政府这个，咱台湾人无法度人讲话无法定权的原因嘛。而且我高文件嘛写一个出外人的内容，当初咧编台湾都是讲做者定名咧写，这部分是我写。搁来讲这个介绍这个小说啦吼，叫做叫做 Standard Loneliness Language。讲我这个名实是不太正好。现代社会是啥物款？为什么人性化拢一无去啊？咱人变做一个数字，变做一个标准。现代人就其实是啥物款？真孤单。你就是干做迄个，你生活就是做咧做迄个，袂当照你的员工啦。我规批就是互伊啦，我规配就互伊，你也袂当顶。我是要套餐 A、套餐 B， 我咱的生活就是咱自己几样咱来顶来。这张图吼，迄就是讲，是讲咱即个艺术家在着艺小说画出来的，即摆咧广播嘛。伊即篇文章是收伫一个 A 篇小说集叫做《Sorry Please Thank You》的这 A 篇小说集。即篇是收伫这 Sorry 的。所以咱就知影现在开始有这个 Sorry。Sorry 两种可能性，一种伊感觉讲，伊安尼对这个民众真难不准，真难惊尔；一种就是讲对。即个印度要来护国人，感觉讲就是做一个我民国人，要来印度来保证着，也出国因的生命咧推升一个代志，所以就是相关注伊个。两趣味吼，要听，今仔日我时间我就无放即个物件吼，意思是你若有趣味要听音乐原吼，入去即个网站入去听，伊用配搭个标明个咱较吼，应该是好课相当的好。而且了解第三者，我讲得真灵动吼，因为这篇小说呢，面向来讲来谈钱有关的，讲一个钱的故事。讲着钱吼，台湾人讲咱4个小孩嘛吼，啥物要3个4个小孩甲搬出来吼，安尼就美国8年后个钱的故事吼。嘛是几个囡仔，讲是3个囡仔的故事。是安尼讲，这故事是安尼讲，讲有3个囡仔吼，别人听讲，因啥物样老爸较贤趁钱，第一个囡仔就讲，我老爸吼较贤趁钱，逐日吼就穿白衫去公司，坐吼，人家来就叫衫脱去，我过来摸摸，就来收钱。第二个讲，无啦，你老爸安尼无，我老爸哪搞？我老爸逐日穿西装换一家个suitcase出去，伊叫我落来，伊头前咧笑骂，骂互伊听，骂听，讲无伊做，就叫笑话，第三个讲，恁这拢袂有啊，阮老爸一礼拜，当然需要去上班一遍。伊就去第一顶甲第一个人妹妹，妹妹就有人去摕地来收钱来摕交我的，真个有咧收3块钱。第三个，就是这边嘛是有关钱的措施啦，听起来钱真好用，连钱嘛会当咱丧失一寡咱生命的时候。故事的大纲我是咧真咱无时间啦，我就是咱来等读偌济就读偌济啦吼，咱就小可甲这个故事的背景大概吼，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啦吼，因为我去伫internet你家search这篇小说，伊内底嘛有真侪评论啦吼，但我这评论这是我家己想的，我感觉讲伊这篇的故事大体上。是咧讲全球化，甲颠覆性的 disruptive 的科技的进步的时阵，带来即个文明 disruptive 的进步。面对即个
即颠覆性的即文明的进步的时阵哦，即个里面天启时代，感觉就惊感，啊，而即个焦虑感的中间，就是朝着这篇小说的架构。啊，当然，即台语的作家，伊对伫世界咧发生的代志较敏感，所以伊想着讲，啊，伫即个咱咧写作的时阵，是毋是伫第三世界，替咱付出的生命来互咱大家认识。啊，大概上就是讲网络，咱来看卖啊哈。网络成为科技进步，一个天才发明情感数位传送技术。美国的好野人要逃避因无爽快的生活，会当成立印度的良心情感网络公司，注文一个希望。在日计划的头壳内面时间一到，就自动开始传送你的意识、感觉、感官资料，所有感情情绪就透过网络传去予印度良心企业的作业员去感受。倒来我去试看卖啊，我试下要来看卖啊，啊，咱遮有卖。啊，故事的主角吼是良心企业的作业员，啊，伊吼就是安尼，要买一套叫做理想生活，伊这个有注册商标的，理想生活的即个生活，但伊嘛知影讲吼，即套理想生活虽然毋是真理想，毋过会当勉强满足基本的生存的条件。娶一个某，有35%生囝的机会，为着这吼，伊出租伊的生命，用灵魂替互感受痛苦。所以这个过程的中间，伊就是咱走入去美国替互因闹的人，所以伊就是看到因美国替互的生活。而美国的这替互生活，伊就是讲要当家责任嘛吼，啥物艰苦就拢叫人去做嘛吼。伫这个中间的时阵，因失落啥物办？因失落因的活命，就是因的灵命、灵性的活命，亲情、爱情、人性、伦理道德。当然讲到题外，讲到几个替互的 case， 大家听着更较清楚。因这行是真正是卖命的生活，伊的同事啊，就安尼过劳死啦，伊老爸嘛是安尼，个生命拢抵押伫迄个大头公司啦。但是虽讲是安尼，伊嘛含业查某同事摆成是看爱情，伊爱情拢无啥通讲出嘴，伊感觉讲咱即落命，即落人敢有迄落命吼，所以就是做 low self esteem 安尼个人。到尾啊，伊和伊的女朋友的感情无法度进展，因为伊的女朋友想讲伊的老爸去抵押伫即个大头公司，去存时间，要甲救出来是爱付16天，所以伊这男朋友煞怎毋敢付出，若要爱的时，伊的付出爱伤济，所以是即件代志要求也是毋求的时阵，即件就卡住了。所以爱情有法度继续进展，但是为着方便因丈夫啦，丈夫到尾一个物件就是卡伫这中间，所以丈夫的手煞麻烦，绑住了因女朋友老爸过身，伊感觉讲我要来替我女朋友带伊老爸，但是煞有法度先带，但是咧替人参加丧礼，伊煞无法度去参加。怎？伊女朋友拍死，拍落伊个拍歹伊个心，互即个男主角通过网络走去热闹，伊较发觉，才知影真正伊，因较到尾啊，伫即个网络中间互相相接搭，
即个真正的爱情去做一个。即个故事吼，伊咧写，伊超四月故事咧写吼，伊写敢若放啦。伊一段一段足简单，英语嘛无偌困难，足简单。句伊咧写句吼，即个用字就一个 sentence， 吼，有时啊四五个 sentence 就一个 paragraph， 一个 paragraph 内底有100个，所以你咧我咧读伊个小说内面吼，就哪咧看放嘛。因为咱有小我较歹，伊咧故事毋是直线咧发展吼，所以我甲迄精彩的部分，我甲剪落来吼，因为咱慢慢来分享。所以拄则我就是伊咧故事内底内面讲的，就是伊就是啥物啊？伊个出租伊个姓名，出租伊姓名出来吼，咱来个看卖啊吼。水里兄求成绩差不多150。介绍玩家看啥人做，边头听200，钱是我摕的，是阮公司公平。我食4头路，1点钟12块，止痛药仔的钱阮公司出。毋过止痛药仔有时正嘛无效，我的职业是感受痛苦，别人的痛苦，不管是肉体病痛。还是精神痛苦，你讲得出来，拢会解决。阮一摆经理不时就咧甲阮提醒，痛苦是一种幻觉，时间嘛是。我办3点到公司，我会倒去已经读9张工作单，目睭起来，喘一个大气。我家下早起第一张订单会过。几对，阮有个创性，我感觉着悲伤，感受人的悲伤，亲像生份人的活动，因的体温要调整因的衫衣。我感觉着无共款的心情，但无是悲伤，毋过感觉一时仔就感，这真通常。咱的服务并无俗。安尼办经理不时咧甲阮提醒，敢有需要我提醒？一句话是最近上爱讲的话。阮伫办公室的隔仔日，也是 cubicle 啦吼。迄台湾的较无我一个叫做cubicle， 你知影吼？就是上班时个 cubicle。勇敢的走路，伊原来行，原来走了。敢有需要搁甲你提醒咱公司的品牌落去？阮公司行到即路线，所以阮人下面拢真水，衫真水，通常嘛真 nice。虽然我想讲，咱若先做水，搁好业，太有需要伤 nice。所以你看卖，伊安尼短一段时间，几字啊，我是很100字中间，伊即个作业员，伊职业。真正安尼袂顺正，角度来画出来，看到你就知影讲哇，因这个你若是钱，你要去做这个目标。好来，这是算我是来写讲这是，当然我毋知伊创造背景嘛，我相信我毋知我其实毋知创造背景，但是我想嘛，地点啊，离美国远嘛，地点我一个伊国家的温度。来，再来看下。阮捡的心情通过云端网络传落来伫我的头壳。这个欣赏美的人，伊总是要说是通常的心情。这是一款真平淡的感觉，无干作业员无共款方式来讲伊的感觉。对我来讲，我感觉迄亲像一颗阳光的真大的。袂输所有天、星、银河、太空拢落伫迄内面，亲像一支无限大的脚，我互一支脚搭。这支无限大的脚搭伫我的心内。以前坐隔壁的同事唱歌，捌我讲，迄种我感觉脚的感觉，会
感觉是骹头讲，迄其实就是医国后上第美国经验，美国生活。即部是安尼啦，即部的礼拜讲即部是叫做出租性命的行业，四股表，仪表500，四兄弟姊妹1250，四后爸一个2000，有当时啊，有可能摕钱无计较，三款理由拢有，好的理由、歹的理由，有时完全无理由。阮拄开始是一间普通的企业，咨询服务公司，服务工作室，提供一寡简单的服务，做恶感转移、罪证保全，即款简单的业务，现金真打真紧，现金用来做 R&D， 发展新业务，一单搁一单接起来，一间简单的工作室，变做一间小公司，公司愈来愈大。过来，煞变做即行业专业市场第一大。上早，阮即所在号做良心所谓成长服务公司，独占最福冈即块市场。咱想着到世界嘛即种行业。后来技术进步，一款是表现迄科威啊的天才。想出一套精干数位办事技术，会当把咱人各种无同款的精工经验标准化、数位化。突然间，时代无同啊，一个新的产业诞生啊！这是一个契合当富民情绪的服务业，若有钱，差不多所有。人无爱的生活经验，拢会当撇面，钱会当解决一切。我来请佢先来斗较一下，我感觉啉一罐水。只要热情跟快乐，我来体会感受伊的痛苦。今仔日电视。从伫迄个台，我咧看阮公司伫迄个台是我月面上有一个生做好养款的生理人，这个在阮面头壳底啊，即看就知伊是一个大企业的主管，拄着真大的压力，伊的头壳底啊有袂少的老婆压力造成的。过来画面，伊拿电话拍互公司。过来第四画面，伊倒伫海边啉金牌名酒，欣赏迄个哪甲我毋捌看过的因那是个海。电视广告要结束时，讲一句阮公司的宣传：烦恼、心情歹，困袂去，免搁家己操烦。阮替感受伊的不足。刷落来，电视广告咧讲话是我，伫一栋有600名作业员的低办公楼第4办公桌仔区。莫阁感觉今仔日日子歹过，互我来替感受伊的痛苦。这是食人的饮料。对，风格比较怪。倒来吼，就是讲无理想的理想生活吼，就是讲伊是安尼去出国去说吼，你有着咧生存吼，啊无内底一个啊配合，就是讲理想吼，理想生活，生活的样吼。后摆要转去厝的路呢，我决定设起迄间卖酒柜的店，看我想要买的生活。严格讲起来，迄是我的生活，也毋是的，迄是我想要爱
生活，也毋是想要买的生活。我咧看的一排是理想生活，不是上高级的，是初级品。毋过伊实量袂大起大落。有一个水头毛好心的某，明点三五的囝，无保证有保证的收入。理想生活会当有35%的机会囡仔，正常的平均寿命，平均数的健康，中间数的健康指数，我捌甲试过，感觉袂歹，有下属适合我。所以伊要爱的生活连囡仔的机会都无啊。其实你即摆少年人嘛是安尼啊，毋敢生囝，35%机会当生囝。啊，落去咯，我会讲是贫穷之因啦。如果伊老爸若瘦吼，即摆你瘦的机会是加足济的啦。啊，所以所以我会遗传。所以伊讲伊比老爸更较好运动。伊是甲出作业说明，伊老爸是规个命拢袂记安尼。我来答你听。我干那一天一遍，把我的性命做好啦。我无规个买去，我嘛无计划要买。我是咧买，毋是咧卖。我爱的是生活，毋是生存。生活方式，其实是咱要求生存。我知影理想生活毋是真正理想的生活，敢若是大体面无满意，但是咱接受。我摆亲像我老爸，伫11月一个日清清的斗士，伊甲家己性命卖出去。迄时伊30岁，就是我4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去一间交易所，伊看起来介绍，看起来介绍一间银行，毋过较清洁淡，小可咧跑银行无清洁，就比较清洁淡。所以伊咧讲这物件，讲小可咧讽刺的这口气。阮老爸爱看伊的评价，要入去的时。甲我看啦，交易所内面有真侪乌炭国、生花，阁有布丁、银乐。阮互人叫入去一间办公桌仔头前，穿甲真正式的秘书，问阮要啉啥物，阮老爸点点无语，目睭看会变，这是一个真凄惨的回忆啊！再来个一个工作。所以，伊要念了，OK 吼。阮老爸生命的计数是固定领现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每年按3%调整。若有照计约做甲完，40天底下提到，70岁领70%的退休金。迄阵就会当问，阮老母讲，广告海报大概规4格，画面拢是家庭要翻译一日，迄天你任务完成，当做煞，命煞变去。老电视广告咧鼓吹第二生命的好处。第二生命嘛，嘛当广告的哦，虽然是交代物件，迄广告的地方放在做赞的，虽然。因生命第二提到，因为翻译的剧情，敢若40天，这段时间你所爱亲人会感受到好的照顾，热心会得到平安。时间就是金钱，广告会像伊安尼讲，啊金钱就是时间。利用你上价值来创造上大的财富，毋通失去这一生上好的机会。咱有啥了讽刺？人上宝贵的是啥物款？咱是家己生命嘛，圣经有咧讲啊，人若得到全世界，丧失你的生命，有啥物利益呢？但是遮就是讲遮足讽刺的。为来咧讲，啊，阮遮个同事就是拍拼，想讲哦，我囡仔拍拼，我
结果不啊算过劳死嘛，做者少年人，一礼拜上班6、7点钟有法做，拢会做啥物？责任制啦，你就是你工课做了走，做了煞，该赶走迄公司就是差不多按线的反应。但我来讲，因遮个美国的遮个铁路，我们在叫大部分是啥物啊？就是将家己的快乐建立伫别人的痛苦，因将家己无爱的外包印度迄个保险来做人，你敢是？不管你是啥物人，你是喙齿疼、心脏疼、心情歹、最后感无爱参加丧礼，还是礼拜时收无了，这个经验拢会当注入一段时间来印度迄个人，替你死死就是来感受这个痛苦。这是变成啊，人当做物件迄种文化。人个情感拢会当来商品化，都会当来连即个介绍出，这是一个真凄惨的事情。你若讲这无影呢，其实伫中国嘛有，台湾嘛有啊，有啥？我住靠我嘛，你有爱靠，请人来靠我，我再来写问题，替你介绍，你我有严格，替你靠个介绍去，只要飞是股票，400-500。4年日起，我至少200多，5千、2000，是差不多。我读到遮个时，我会想着讲，咱人敢有敢讲，敢会当讲，我遮个互我感觉痛苦无爽快经验，我会当表现，我会当去快乐。你无经验着痛苦的时阵，你敢会当去体会着真正喜乐？快乐，非常感觉，我会安尼问无当快乐，我就当。我是受着一个警察啦就是讲啊，要保全家己性命的人，会丧失性命。就讲伊要追求享受，伊要追求互家己较快乐，到尾一定讲是精神上了痛苦。来，我就对今日即个客户这个我来叫做客户教，这个客户是，我来叫做阿公的子孙，就是讲因阿公生是上疼的，迄天因要去甲因阿公的罐背出来，所以大家人拢爱教伊。伊就是有爱迄种看因阿公死的感觉所以伊就甲即个用心去甲注一段时间所以这印度的作业员招聘研讨，看你的定位经历。来，我请主持人来讲。因今仔日会使，你甲插入阿公先普讲过出来，我旁边工作我牵阿公的手，我咧哭。阿公电我的手，用伊最后的气力，我感觉手疼，然后用手。我哭，而且我真正在哭，毋是客户的哭，是我家己真正在哭。有时这种情形会出现，我毋知影这是啥物原因，有可能伊是人阿公，而且伊看起来是好人，即个真正的好人，也有可能是伊的手让来。弄到变成人间的生涯有尾，无所想的遐尼重要。敢若是伊身躯的一个部位，一弄到铁啊，生命就结束。然后可能是我家己知影，阿公要看伊的孙的最后一面，看入去伊孙的目睭。四处找，要找伊心爱的孙，找到别人孙，煞找着我。我想阿公知，毋过伊无受气，敢若心疼。这是毋是一部真正互人感觉讲
是安那讲袂出来迄种感觉。我只阿公做囝的，两岁的时阵，真希望耶稣伊啊，是看到即个，但是咧，讲啊，咱讲无是，但是说无是咱就放心。后来就是即个客户，伊我家就做有做恶感诶。送信爱情，迄天上歹过时间是我，你甲阮讲，生命我过年，甲我的人生喷书。迄时是阮新婚的第一年，我看伊的面，我看伊向要放弃的面。即摆气势上歹，互人心碎。拄开始工作时，我瞄准肉体上有疼是上痛苦的，其实毋是，即摆才是。伫这内面看一个查甫人面，迄是伊一生上恶过的抗战，看伊要痛苦挣扎。伫这内面，我同时阵感受着迄个查甫客户的罪恶感。好啦，这个故事，非常是一个好个，可能咱是目前咱是发作，伊讲啥4个某，3个某，2个囝，5个囝，所以这个客户是伊囝医中的钱，伊伊可能是做册头的，所以讲我来去参加这个丧礼，我负责迄个交杯钱伊就唔通互阮闹伊任何一丝仔意义的。但是爱是啥物事？是交杯钱啊，但是啥物交杯有关任何关系拢无来。伫这个壮士的中间，隔壁个徛伊老爸第2个姓就对了，所以叫美来气的什么爱买。本早起，我接到的第一张单是一个60几岁的好野人的壮士，伊伫厝内的办公室心脏病发作死去，银行口座存几600万，有5个囡仔，3个过生，因用册。委托阮做这个 case 的客户，是伊5个囡仔其中的一个。当因当时出事，伊付相赔的费用要求，袂使有任何重视的感觉留伫伊耳里。甲平常重视同款，逐个人衫拢穿甲真合，毋过死亡的囡仔因过在乎的烦恼，因袂输的小可感觉奇怪，在乎甲钱。要来用仔气派，他会无法度保护伊，钱敢袂当处理遮个不爽快代志。我徛伫我姨是第2、2年的隔壁，大概30几到40岁，有一个真水的天头，阮感情交流。伊眼神停伫我面前，我想要甲我的眼神为伊的目睭刷开，然后阮同时阵发觉阮拢有同款的想法。车里的风气是真好嘛，迄讲人的感情啊，而且目睭看者，咱讲一下，差不多甲伊即个暧昧关系。讲甲真清楚。倒落来，即个客户是我的创新人性，伊这是一个银行家，伊咧客户咧谋杀因某，伊遇着讲咧排除罪恶感，而且伊嘛要公司讲办，甲工的时阵，
来做完试验，做迄个公决赛的试验的时阵，伊若完全拢无记忆，迄记忆拢来咧应付中间，嘛迄人要甲看做就看到袂记，所以伊就将即个 case 要考即个应用做来。就是伊即种 case 牵涉到误杀，这特别严重。但是伊个公司申报啦，感觉我咧做挑战性，来去报即个 case， 结果电脑宕机啊，所以迄魔鬼的迄种心思走入咧脑，伊怎叫讲抓住他死，过劳死。倒来是一段咧小可感觉讲虽然有人感觉讲听起来真唔甘真凄惨的一段无啥物结果的爱情故事，但是到落尾，咱所看到是真正真实的一事实来。我来读下。隔日间早起上班，办公桌对面坐一个新来的小姐，真少年，上少电话几人，看起来拄好毕业。伊桌顶放一本新员工电脑安装说明，伊拄咧读员工训练手册。我想要爱甲伊讲话，毋过我讲唔起个名，要打 IS 字。讲一声嗨，话讲一半才是讲袂出嘴。课题这是即个主家的。当然，即内底有足经过作细啊，但是我就来切出来。有两礼拜无来上班啊，是因老爸关系。这是做伙入边即个是师娘无意中讲出来，伊讲。高铁老爸性命了锁定地案，锁掉的，性命袂记啊，甲伊共款，煞决定，你讲无对吼，我对。我问高铁有关老爸代志，伊一礼拜来甲我讲的，过来，迄个来。阮做一件做一件事，要到伊要拍的时，伊面话过来头，实在真恐怖。讲去看伊事，安尼啦，我讲定他，我手一边换伊电脑，伊想呀，你太会爱互我直接伊讲。无可能会当感觉啥物，甚至是伊，虽然你想要感觉，感觉袂着。我甲讲，我咧看的生活，做我看，讲，阮家己已经卖手货店，不过理想生活已经无排伫通啊。入去店里，我问店员。理想生活囥伫倒位？伊讲，昨昏已经互人买去，倒去头咧咧，看伊个鞋仔，令我感觉失望。我甲讲，我会找一个甲迄个理想生活共款，一套标准版的幸福生活配套，要有袂歹的制度性，有生囝的机会。这检差无够业，互咱两人用，但是咱当有咧用，轮流活，一个工作，另外一个生活，可能拜一到拜五工作，拜六、礼拜我小叫一个，伊替我做，伊甲我看几若秒，亲像咧像我讲的话，是世人的生活，头壳写出来。原来伊无讲啥，伊讲我的喙口，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因为这爱情故事来讲啊，讲得真紧啊吼，短短啊，但是你会感觉讲差不多因为中间发生的代志，是差不多3番。
伊咧讲遮嘛，咱现代人嘅少年生活是共款啊。哦，你讲像讲即摆你若是我妈咧上班，还是人工嘛咧上班，伊甲你排班，一日是哦30点钟，即天咧做30点钟，今日咧做20点钟，啊，为下晡做去下啊，是摆互你当领迄个高分项。所以结果啊，完全在人当做物件咧用嘛，哦，所以原工嘅生活基本的一个人权，做一个人的底，等于咱生活，伊无咧来顾。所以现在真正是。拜到拜五去做啊，拜咱个咧大小个起来，林某底去做，啊，叫啥物款？就是会当维持一个理想化的生活，一种生活。爱你就是感受，就是了解你的感受。虽然伊安尼就是，但是嘛互相照疼心啦，感觉。阮成即个时，伊悠然可爱，看着我，看我的目睭，伊讲，无人安尼啦，安尼足奇怪，阮太会知，即辈人无对个。我看美国电影，人目睭拢客体，毋过我嘛捌看过，有人剃一粒目睭，偷偷看对方，我想安尼才对。啊，无你太会知对方感觉是啥物？这介绍是我唯一会当确定、会当了解的。对伊面的表情，叫伊的感觉，叫伊对我的感觉是啥？阮安尼相亲，伊目睭客客，我看伊要想要知影伊的感觉啥，我希望伊有感觉。所以嘛是算讲真客的这女朋友，是要来当做一个水的一个查某人，去爱伊，伊嘛是真在意讲，到底伊感觉是啥物款？啊，这个来讲是文化的说明，就讲这个查某朋友的老爸，伊带我看伊的老爸，伊老爸是种甲平常人无共的眼神，我会得这种眼神。阮老爸眼神是安尼，伊活伫别人的性命，伊袂出一块导影幕，一块 screen， 一个短物件的拿，短水的拿，一个测量听的单位，甚至是单外部的 hard drive 硬碟，内底放粪扫的周边装置，一个短的装置。最好讲，甲不同的所在，所以是人，互人当作物件咧用。啊，知影讲，咱甲人当作咧物件咧用的时阵，咱心内会安怎想？所以拄则今日讲着讲，美国后的美国生活。美国是用美国后迄个来建国的国家，钱咱都讲应该唔 trust， 但是无到到现在，咱做一个美国人，消费美国或者消费40%的资嘛，天然资嘛。啊，是毋是讲咱美国遮尔大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外交能力，咱安那对待？咱做第三关键，爱情嘛有代价吼，这个代价是啥物款？对咱代志摕我这个想着就好爽讲袂出来。其实阮有法度帮咱伊老爸。我会当来付出来，阮点点，家己啊辛苦，无需要较苦苦。伊甲我讲，伊老爸对爱的时间就死，我爱过去。不过我毋知影，我讲付12年的时间，爱有4倍的时间在等。甲伊老爸缩着，我要做一个较好的人，
我爱卖只自私，我性格而家真歹过。毋过我毋知影我敢有法度安尼做，代志继续进行，阮盘带做伙，拼开将来计划问题，暗示过，无真正进行。说到真正爱情是啥物款？就是你肯付出家己嘛，吼，就讲你肯讲将家己安尼奉献给对方。啊，这个付出感嘛毋对嘛，伊就是希望讲，伊若是找着一个人，伊个翁会当来替伊家己留下付出。啊，所以爱情无法度人进展，所以会当做的啥物叫方便功夫做伙大，啊，这个真正无法度人讲，所以安尼是真正爱情无法度进展。所以啊，较会功夫嘛。所以因为这下面遮到尾啊，用这个心吼帮助。有一天，阮中间捌有过已经无去，下去转来，伊知我毋知。伊甲所无我的客户，不管你是啥物，阮两个人讲伊带做伙，阮两个人的性命读做伙，是结做伙。伫即个世界暂时的一个所在，有叫爱，那是为方便，阮共同去的是一个所属的所在，有关系，咱会当讲是一个树已经放起，伊甲阮共同的空间拍出，心门对我关起来，我甲科技的中间的代志，经济进展慢慢恶化，科技搬出去。一礼拜后，伊个老朋友过世，啊，所以即摆伊就是想讲要替伊代劳，但是袂当先教，啊，所以怎变做啊？怎等下日，虽然咱咧大家拢咧替人参加丧礼，啊，当伊讲伊要去替伊关心的人去参加丧礼时，煞袂当去，我坐伊办公室，上面面无。我这个条是很好的，来，是你来听你哈，就是承担你的喊。我转去工作，开始工作，我转去厝，拍落空。伊本来就是空的，但是今仔日去甲空变做空。我敲电话互伊，毋知要讲啥，换，搁敲，留言，甲讲我熟悉公司会计部一个出纳员，咱会当抛出一条空出来的线，我会当替伊感受伊的痛苦，我会当替伊做伊的留言。3日后，我去上班的时，办公。桌啊，放一张纸，内面干那写总式的时间，伊老早会变成写 OK。我安排1点钟的时间到，我甲工作单开，我等总式开始。咦，我问你总式，我毋知我伫倒位。但若知影，迄是一个真远的所在。迄所在我袂入去，伊搬去一个，互我找袂到的城市。迄个所在可能嘛无人有敢住，一个新都市，一个新生活。费用是家己付，所有的钱拢来了，安尼我入去，这个钱本来。欠要救伊老爸，即马无需要。伊沿一条路咧行，日头阳角会擦人，四界阴青青，毋过有活气，伊感觉有法。我替伊感觉到有活气的生命，对不对？
请主持人来答。我伫伊个头脑内面，我是一个好人，安尼想。我应该一定较好，伊爱要安尼相信。只要如果伊会当对我的目睭来看家己，只要如果伊会当对我咧看伊的目睭看着家己，我是家己爱。可惜。 不相信，若准讲我会当替伊相信，我也袂相信。相信内心的伊，清醒到会入去伊内心的最深处。伊画一条路，山坡边愈来愈行，空气愈来愈乱，我感觉很重。 伊身躯的悲伤，对伊每一个脚步愈来愈重。要到山顶时，一个微细的亮景按脑海内浮出来。伊咧回想，问过去，迄阮快乐做伙度过顶顶的时刻，有去，所以。 我徛伫山顶，我暗捌咧看一款我毋捌看过的色彩。海，我是伫一个众生海，我咧想一个过去我爱过，我无清楚是伊的脑咧想我，还是我伫伊的脑里咧想我，伊的心，我的心。 会痛痛，还是迄是痛痛的道理。但伫即个时阵，迄拢无要紧啊。OK， 所以 OK， 所以 OK。这结束了，安尼来，这过程好安尼来结束。啊，唔知大家听了感是啥物款？啊，对。其实哦，这篇有个小说来吼，这大声看的时阵，大家讲啥子？所以我爱知影讲，即个大陆安尼个用法，我所爱变上个爱，讲有法度啊，即个他恋爱的时阵，讲有法度接受伊的脑，应该是喏，我讲两三个应该无安尼啦，这个故事应该是走你脑，按这个故事来解释。虽然我本身我这题目我会做叫做科幻小说的虚甲实，当然知影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是假的，但是呢，伊讲的这个情景甲无可能变来，尤其是这个少年啊，这个故事非常故事。 应该做些评论啦吼，哇，这个就是咧找生命存在的意义啦吼，啊人生的目的啦吼，这个现代社会适合感、舒适感，印度人咧讲，美国人咧讲印度，所以这种态度，当然这是要讲遮无对啦，但是咱所有小说拢会当安尼来讲，还是讲这是对美国、对美国道、美国想法、美国经济。 应该面对还是关系，而且这种，我是感觉这是伊这重点吼，是讲这个情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跟咱大家听，听这个故事可能无同款的感受。我分享我的这个故事。我年代经历的人，就是啊，这艺术进步非常的紧。
对咱讲用 PC， 我 PC 20岁个，我说打电台同时先睇下都有运动，拢个另外迄是啥物286，啊，迄个 GOS， 即摆 PC 嘅重要无台，即摆有去买台，所以咱知道做 PC 嘅即摆，伊迄个差不多无头路，是发表所以是台湾做电风扇嘅做底进步，所以迄个英国嘅经济来讲差不多40%伫美国嘅工作机会，甲英国工作机会，伊来13万人所以讲会消失。即摆你讲是讲蓝领嘅工，是咧讲，因为这嘛新人领，外来即对北面啊，即工作机会，包括读书嘅建书，拢已经开始啊，甚至建筑书嘛开始。一直咧，即个代志发生，所以即个人，一般人啊，就是为了结果，少数人感觉哦做好，其实大多数人感觉是差。所以即摆你看经济成长，讲哦，卖研究不是讲我即摆几趴经济成长几趴，你看大学生、看教育来讲，伊都是差，那是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就是讲，这薪水占整个GDP 的比例越来越少。资本有时人越来越重，你有零点五，无零越来越少。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咧对一个变动性的这个文明，国际文明这个进步，在下面有些焦虑感，这个是。我今后的感想我这讲了来讨论，到3点。还是到几点？咱2点半呀。基本上我是去感受的讲，这个故事是假的。我会感觉就是讲，伊咧讲我下骹站的人，生活下骹站的人，种生活的无奈啦。当时阵的感受人性的软弱。我不管我，家己如果这个家己呢，会不会社会严重干？当然，以前个拢也是讲，咱出来来生，所以，我们咱的中间应该所以这个故事所启示的这个知识，会去推荐美国到信用消费者，重新去检视这消费习惯。对人民影响另外我感觉到这个故事所启发出来人性的善良，对受苦的人充满着怜悯的心，而且呢，对无事产的状况的人，充满同理心。就是咱无这个讲结束应该有物件好，咱是小经济有物件是小经济，咱2分钟就结束了嘛。咱是不是甲放小停一下？咱搁2分钟就结束。对啦，搁2分钟，咱这个结束无了好，咱既然面对这个感受的物件，咱就真不讲，有一点我刚刚我袂当替我小注重我这个感觉，最好是跟我提供那个稍待一下，尊重讲员。咱咧讲一个遮悲伤的故事的时候，咱来这个理哦，介绍我刚刚跟这医生做这，我感觉真实的，而且个2斤的了。所以是。有时吼，咱人咧对帮咱无人意见的人做歹。伊讲的这阿公是讲啥物法？伊讲吼，所以虽然看伊社会咱讲的目睭，讲咱来讲，但是无怪伊选落来个啥。如果阿公知，就可以无生气，安那心情。再来，我是讲这个翻译会，这边小船我们是底，咱是底看落看，所以
所以你咧看这些来历史，你看一个百万，伊用的即款数字嘛，拢是咱美国生活诶接近的数字，所以增加即个科幻的小说的真实感。而且翻这个过程中间我去感觉其中即款现代生活的故事，所找无较适当的对应的故事。我是希望讲，咱大家今仔日咱来读即个语文即个演习会赶紧去甲即个台客语的思维法讲落。用到一个礼拜时间去学写台语词课。咱既然伫外国咧生活，咱应该接触到国际语言甲文化，从迄个翻做台语，安尼会当互咱的台语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多。多谢大家。